新北市中和一个少年妈妈叫客停车送囡仔去学校，这个司机无停伫校门口，妈妈就请司机驶较进前咧，想袂到司机掠狂叫3字经，这个妈妈嘛真袂爽，一落车就甲占车门，一声袂得，这个司机冲落车，拖这个妈妈互摔涂骹，害这个妈妈受伤破相，即摆两个人拢告对方伤害。当场把你抓起来哦！ 司机林美学校伫头前，这个庄小姐送囡仔去读册，煞拄到这个情绪失控的司机。一落车就将这个姗姗来的庄小姐甲车倒在地，会疼甲一直哀。双方到底是咧冤什么原来？当时离学校要200公尺，这个庄小姐就问运将讲，敢毋使驶较头前呢？要不当时已经停止跳表啊！这个运将雄雄情绪煞失控，问讲敢是要坐霸王车，一直骂。 这个庄小姐气一个落车，踢伊的车门，运将这个落车出手，互伊受伤。下车都有生气，我才会跟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心里很小孩？”然后我就踢了他的车门一下，他会攻击小孩，所以我就跟小孩子说：“你赶快进学校。”对，你没有推他？我没有推他，我是给他抓住。然后因为他往前跑，所以可能挣脱的时候，他不愿意被我抓住。不过画面都是证据，这个运将的行为拢互行车记录器翕落来啊。他那天晚上一直哭。 他就说他全部都看到，然后他想要保护妈妈，可是他不知道他怎么办。代志发生伫中和一间国中，当时庄小姐送才读国一这个后生去上课，拄到这个运将干骂，甚至佫动手，即马双方拢要告伤害，司机佫加告毁损甲公然侮辱，可能是双方沟通出问题，不过干那为了落车的地点尔就出手，安尼毋若伤害到人客，嘛危害到其他人的行车安全，真正是有够憾。